你每日望出窗，見到嗰層密密麻麻嘅綠色網，有冇諗過佢究竟係保護你，定係一個潛在嘅火災幫兇？呢條影片有資深嘅師傅，唔係影片所提及嘅槍師傅，而係我問過呢方面嘅專業人士。佢爆料俾我聽，原來行內有啲不為人知嘅秘密，內地嘅娛樂圈有陰陽合約。原來香港嘅建築界有陰陽課，你哋聽過未？聽完之後，你會擔心下一個火燭嘅屋苑會唔會係你同我？宏福苑嘅一場大火，燒出咗全香港人對居住安全嘅最大憂慮。當大眾焦點仲放喺竹棚、煙頭呢一啲傳統火災源頭時，有啲警覺性高嘅市民已經將目光鎖定喺一個我哋日日見但從未懷疑過嘅地方——火炭瑞和園，另一個大型屋苑同樣進行緊大維修，成棟樓被棚網重重包圍。有住戶坐唔安、食唔落，決定唔再等官方報告，自己揾答案。佢哋揾嚟網上薄有名氣、專門分享裝修知識嘅槍師傅，做一個最直接、最原始嘅物料安全測試。槍師傅喺現場攞咗4種常見物料。第一，外牆用嘅疏窿棚網，火機一靠近，火苗即刻竄起，啲膠料融化之後，好似蠟燭油咁，帶住火種向下滴。你試諗下，如果下邊係其他易燃物，後果會點？第二，走廊用嘅密窿棚網，燃燒速度仲快，火勢仲猛，要即刻用水淋熄。第三，裝修時保護窗門用嘅中空膠板，結果同樣一掂就着。唯一表現合格嘅係一塊防塵防水布，可以做到離火即熄。槍師傅嘅結論好簡單，離火即熄呢一個係建築工程物料一個非常基本嘅安全要求，但而家呢個最基本嘅要求似乎唔係必然。一個簡單嘅民間測試，揭開嘅可能係行業內部一個巨大嘅灰色地帶。點解會有承建商選擇用呢啲安全係數咁低嘅物料？答案好可能同成本有關。有行內人士透露，一卷符合英國標準、有阻燃證書嘅棚網同普通棚網採購價可以相差幾倍。一個大型屋苑工程用料咁多，呢條數嘅差距可以係幾十萬甚至過百萬。咁監管呢？唔係有防火證書嘅咩？呢度就係最關鍵嘅漏洞。有啲供應商或者承辦商可能會用陰陽貨嘅手法，即係交文件做樣板嗰陣用嘅係合格嘅 A 貨，但實際運到地盤大規模使用嘅就係另一批平價嘅 B 貨。而現時嘅監管機制好多時依賴文件審批，未必會派人去地盤隨機抽樣做燃燒測試。成個安全鏈由採購、審批到地盤施工，只要一個環節出現疏忽，或者有人為咗利潤走捷徑，就會埋下巨大嘅安全隱患。由宏福苑嘅慘劇到瑞和苑嘅測試，線索已經非常清晰。我哋要面對嘅可能唔單止係單一嘅意外，而係一個系統性嘅風險。呢一個風險就係成本效益凌駕、安全標準、文件監管取代、實地抽查。你以為用真金白銀換嚟嘅係安樂窩，但包圍住你屋企嘅物料，安全規格到底有冇人真正把關？喺呢個監管漏洞被正視同修補之前，每一個進行緊大維修嘅屋苑都需要提高警覺。情報分析完畢，將呢一條片 share 俾你關心嘅人，等佢哋知道真正嘅風險，好多時都隱藏喺我哋習以為常嘅細節裏邊。